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，我係阿 Ben。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《一生之敵》，佢嘅作者係美國作家史蒂文·普萊斯菲爾德。1943年出生嘅佢，從年輕嘅時候就立志當作家，但係直到52歲先至出版第一本小說，整整花咗27年。佢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做過21份工，換過11個州流轉，只係為咗生計，並唔係為咗寫作累積素材。佢曾經喺杜克大學畢業，亦都做過海軍陸戰隊成員，睇上去有條件行一條精英路線，但係佢就過住極為辛苦嘅前半生。原因係佢長期同自己嘅一個敵人纏鬥，呢一個敵人就係佢書裏邊稱為嘅內阻力。書裏邊話，我哋都有兩個人生，一個係正在過嘅，一個係從未過嘅。佢哋之間嘅阻礙就係內阻力啦，亦即係話，所有阻礙你成為理想之中自己嘅力量都屬於內阻力。或者你都會有過類似經歷，例如買咗健身器材，但係放喺度唔做，諗住轉行，但係遲遲冇準備，對於某個領域感興趣，但係經常被小事打斷。呢一啲情況背後，其實都係內阻力作怪。好多人因此成為咗資深夢想家，年復一年咁原地踏步，夢想亦都逐漸失去光彩。普萊斯菲爾德亦都曾經深陷咁樣嘅狀態之中，長達27年，直到佢終於揾到讓自己動起嚟嘅方法。佢嘅第一本小說《重返榮耀》出版之後大獲好評，並改編成電影，由威爾史密斯同馬特達蒙主演。第二本小說《火之門》講嘅係斯巴達300勇士嘅故事，因為史實同文學兼具，被選為牛津、海軍學院同西點軍校嘅指定讀物。佢終於靠作品證明咗自己，而家已經係知名作家同荷里活編劇。而《一生之敵》呢一本書就係佢同內阻力多年較量嘅總結。呢一本書唔單止寫俾創業者，更加係寫俾所有渴望突破、想要改變現狀嘅人。書嘅結構亦都好清楚，前半部分教你識別內阻力嘅各種形式，後半部分就講點樣培養職業素養，擺脫內阻力嘅束縛。跟住我哋就沿住原書嘅脈絡，逐步拆解呢一本書嘅核心內容。我哋先嚟講下內阻力到底係乜嘢，佢有乜嘢特點。作者話，內阻力嘅首要特點係方向性，佢總係與我哋最應該做嘅嗰件事相反。每一個人只要誠實面對自己，都知道嗰一件最該做嘅事係乜嘢。可能係實現理想、創作作品、解決長久困擾嘅問題，總之就係推動人生前進嘅行動。但係內阻力就好似一股無形嘅力，總係喺你要開始行動嘅時候出現，讓你分心拖延。越係對未來有幫助、需要延遲滿足嘅事，內阻力就越強。作者就話，咁就令內阻力反而成為咗人生指南針，因為你越抗拒嘅事，越可能係你應該投入嘅方向。第二個特點係欺騙性，內阻力經常會讓你合理化拖延，特別係嗰一啲重要但唔緊急嘅事，佢會讓你誤以為呢一啲事真係唔急，讓你將最該做嘅事一直擱置。好多人日程排到滿晒，參加各種無關緊要嘅活動，表面好忙，實際上就係逃避真正重要嘅任務。內阻力會用忙碌嚟掩飾真正嘅拖延。第三個特點係內源性，佢嚟自我哋內在嘅恐懼。呢一啲恐懼可能係害怕失敗、害怕他人唔理解、驚自己無法獲得認同。雖然呢一啲恐懼大多數係虛構嘅，但係佢哋會不斷滋養內阻力。作者就認為控制恐懼係戰勝內阻力嘅關鍵，呢一點我哋後邊會再講。最後，內阻力係普遍而恆定嘅存在，只要你想突破現狀，佢就會出現，而且唔會隨時間消失。作者稱佢為一生之敵，係因為就算佢出版咗20幾部作品，每一次創作仍然會感受到內阻力嘅拉扯。演員亨利·方達就算去到75歲登台之前，仍然會緊張到嘔吐，但係咁唔妨礙佢會喺舞台上面發光。內阻力唔會消失，佢總會同創造力同行動力並存。我哋能做嘅就係每日迎戰佢，努力喺一次次交手之中贏下屬於自己嘅一場勝利。我哋剛才講咗內阻力嘅4個特點，而家嚟睇下佢喺生活之中嘅具體表現。好多人會將內阻力等同於拖延。想聽足本版，
請即參加創業家會員，1年會員每日3蚊都唔使。立即點擊資訊欄嘅 link。